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尋找爆升股嘅小技巧。以01347華虹半導體為例，自9月12號以嚟最高爆升接近100%。點解可以升得咁犀利？最近咧大國科技領域嘅博弈持續升級，算力已經成為咗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嘅產業變革嘅新引擎。咁半導體自主可控咧刻不容緩。我哋國家本土製造、半導體設備、算力芯片等等咧，都有望借此窗口期加速咁成長。從圖表技術角度嚟分析，可以見到9月12號咧觸發咗我哋短中共振嘅選股策略。咁我哋可以見到喺指標當中，快慢線喺零軸下方形成咗一個黃金交叉，咁同時咧後續升穿咗零軸上方，咁同時中期指標紫色柱亦都出現咗喺一個零軸嘅上方，咁意味住短期、中期達到咗短期、中期強勢共振嘅一個趨勢，後續華虹半導體亦都係迎嚟咗一個強勢嘅上升階段。